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赖昌邦。高雄市议会旁日前发现有2级保育类黄鹂鸟筑巢，高雄鸟会得知之后，立刻派出志工在树下守护，生怕鸟巢会被人盗猎。而议会议长康玉成也前往关心，并且协助架设警戒范围和调整监视器的角度，共同守护黄鹂鸟母子的安全。大批鸟迷一早就来到高雄市议会前，架设大炮型的摄影镜头，记录黄鹂鸟喂食情形。2只幼鸟看到青鸟带回食物，张大嘴巴抢食；青鸟则是用食物引诱幼鸟站起来吃，目的是训练幼鸟站立的能力，希望它快快长大离巢。蝶蛾的幼虫，那它就会去试着要去吸引它，要给它吃，又不给它吃，要给它吃又不给它吃，它在吸引它，希望它能够站起来，好，能够用力呀，希望它能够快速的离开那个巢口这样子。那妈妈会用这样的方式，用肥美的食物来引诱它，这样或站远远的不给它吃，你出来啊，你出来啊，类似这样子的方式。高雄鸟会发现黄鹂鸟筑巢时，立刻联系市府农业局和议会，并且委请正修科技大学的学生协助守夜。议会则协助架设警戒范围和调整监视器角度，加入守护黄鹂鸟的行列。议长康玉成也抽空前往关心，感佩鸟友为了保护鸟类生态所做的努力。但是我们有加强那个附近的警戒，高雄市议会的监视器正对准了附近的周遭，所以如果有人不小心的把鸟偷走的话，我们全部都会监视下来哈。所以这里提醒大家一起来保护很少看到的黄鹂鸟。大家有空的时间尽量就是来轮班呐，假如没有，我们也是没办法啦哈，就是也有拍鸟的啊，还有这边的警卫先生都会帮忙这样子。由于黄鹂鸟是2级保育鸟类，因为毛色亮黄，相当讨喜，常被人捕捉贩售。志工这次在守护的鸟巢附近，也有发现可疑的长杆和网具，因此紧急召集志工彻夜守护，全面戒备，希望黄鹂鸟母子均安。因为它颜色非常的鲜艳漂亮，所以过去曾经一度濒临绝种。那主要当然就是猎捕的压力，还有就是栖息地破坏的压力。那这几年其实应该是这10年内数量有稍微回升，所以大概已经从濒临绝种被调降为珍贵稀有的一个保育类这样。但是即使如此，它因为还是长得很漂亮，所以还是都有非法猎捕这件事情在发生。很希望借由这个机会，然后让更多的市民认识黄鹂这个物种，然后大家一起来保护它。现在我们高雄其实还蛮好，蛮幸运的，就是说只要有听到比较黄鹂悦耳声音，你要找都很容易找到，在某些公园都是容易找到的。高雄鸟会培训志工守护黄鹂鸟，在高雄地区曾经发现100多只，族群数量是全国最多，是高雄市的骄傲。未来希望能够将黄鹂鸟作为高雄市的市鸟，展现高雄对生态保育的重视。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来自台南市安南区10间学校所发表的台江流域学习创造展览，从即日起到6月11号，在台江文化中心展出。会中邀请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以及社区大学台江分校的阿公阿嬷，以回家的路为主题来参展。在创作的过程中，大家都收获满满，也邀请民众到场体验他们辛苦耕耘的成果。迎接台江建庄200年，这一场在台江文化中心的展览就相当特别，因为动员安南区从幼儿园、小学一直到国高中10几间学校的学生，透过他们在台江流域的观察和学习，都有不同作品参展。加上社区大学台江分校的阿公阿嬷也有植物标本的创作，可说是老中青少世代重新认识他们的故乡，也展现共同守护台江的力量。不管是探索山海郡绿道的生态，或者是呈现文化路径地图和家族故事所制作的家谱，以及庙会进香和五镇研究，都让学生收获满满。小台江长期进行径题、水质检测、单车巡守，来宣导爱乡护水的理念。我们逐渐发现江南大镇的环境变干净了，有许多生物都回来了，生态也变得更丰富。在探索文化路径的时候，
让我更进一步地认识我的家乡以及我所居住的这片土地，也体会到先民开垦的辛苦。在了解我的家族时，原本我以为我对我的家族已经了若指掌了，但真正了解过后才发现，其实我对他们就只有最初步、最基础的认识而已。异乡其实就是台江和台南在地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会想往这个方向去研究、去探讨，然后探讨就是那时候为什么土城异乡和西港异乡他们会断乡，以及他们的一些比较。然后我们同时也介绍了镇头文化和角金组织，因为本身我是金狮镇的，所以我对这个部分会比较有兴趣一点。想一个回家的路，因为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家乡，绝对是希望了解过去的历史之外，还有要更重要是要去建构一个永续的未来。就是说我们现代的生活能够有这样的生产生态这个生活三生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营造。所以台江流域学习的探索与实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展，本身就是一个行动学习，也是一个积极公民的一个行动了也展现了台江21所国中小学本土教育到探索实作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实践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故事。已经进入第2回的台江流域学习故事展，展期将到6月11号，邀请乡亲踊跃到台江文化中心欣赏他们的创作。记者顾文吉、林银根台南报道。随着交通新时代的来临，高雄车站已经转身变成了高雄愿景馆，并且配合高雄铁路地下化以及高雄车站绿园道的设计，高雄愿景馆拆迁部分墙体，并且切割成9段历史墙板保留。墙板规划沿着绿园道分别坐落在公园内，由旧车站为起点，作为历史记忆墙板设计工程核心概念。高雄车站于2003年登录为历史建筑，配合高雄铁路地下化及高雄车站绿园道设计，高雄愿景馆拆迁部分墙体切割为9段历史墙板保留。墙板规划沿着绿园道分别坐落于公园内，将展现历史意义，保留高雄回忆。新建于1940年，高雄车站历经了日治时代，那陪伴着高雄的经济的发展，那承载着市民的独有的记忆。那在2002年，配合整个高雄铁路地下化，那正式转身为高雄愿景馆。那在2003年，就是登录为历史建物。那在拆迁高雄愿景馆的时候，保留部分的墙板，那并将它切割为9块的历史墙板。目前整个墙板是放置在复兴一路的东侧的空地上。那未来墙板的复建规划是以修复原来的原貌为原则，那将9块的墙板于相邻的位置组成为4座。那放在原来的铁道的廊道上面，那配合整个的4座墙面的组合方式，那我们会配合整个原道的景观，那设置矮灯，还有一些投射灯，那将整个墙面的线型还有原来的构造一一显现出来。墙板以修复原貌为原则，将9段墙板依原相邻位置组合成4座，配合原道景观设计，以保留最大绿化，呼应铺面线性，设计4座墙面的阻力方式及方位，并结合现代切割构体技术及修复工程，显现原来的现代的切割方式，还有修复的方式，将原来的日治时代的结构物跟材料能展现出来。那整体的工程的经费超过2600万，那工期超过150工作天。那目前已经施工到基础的开挖跟基础的墙板的阻力。那后续会将墙板以吊运固定。那装修的部分我们会将原来的油漆予以去除掉，那恢复原来的墙板的原貌，预定在10月完工。那日后整个的历史墙板不仅可以提供民众的怀念这段的记忆，那也可以了解日治时代整个的构造跟材料。那整个最主要这个墙体本身保留了一些雨遮，将延续檐下遮阳遮雨的功能，使墙板之下可以保留记忆，更为
附近的邻里的民众可以休闲跟游憩的地方。工务局表示，工程已完成开挖基础，正进行基础板施工阶段，之后将进行各区段基础钢板安装、墙板吊装及钢架扶壁施作等工序。未来完工后，墙板不仅可供民众怀念旧有记忆，更成为邻里休憩游乐的聚集地。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今年的国中会考，为了让3年级的考生能够发挥应有的实力，台南市复兴国中特别准备了会考祈福餐，来为考生加油打气。校长表示，这些餐点都是营养师精心设计，要给学生吃了有满满的元气。面对学校贴心的准备，也让学生吃得津津有味。全国国中人数最多的台南复兴国中，每到中午，厨房就需要准备3000多位学生的营养午餐。今年特别的是，面对疫情解封后的第一个会考，学校精心准备的午餐也要替他们祈福，包括白米印上追分成功、金榜题名的字样，以及象征步步高升的高升排骨等3菜1汤和水果，每一道菜都有好运照。相当的贴心，也让学生表达感恩，吃得津津有味，说这是最好吃的一餐。谢谢学校，就是很用心帮我们准备这样的午餐，然后我们也会在会考的时候拼尽全力。觉得很有祈福的感受。对，谢谢，就是在这段时间给我们的支持跟鼓励，就这样子。所以吃到这个餐点会不会特别觉得很有祈福祝福的意思？有。大概哪些菜色让你特别感动？排骨吧。就是希望我们的成绩，就是不管在国中这个阶段，还是之后到高中到大学，都可以不断进步。我觉得今天的排骨非常好吃啊，就是吃完我觉得我可以拿5A加。对，我觉得这个菜啊，就是非常丰富。对，然后我觉得我吃了之后成绩会非常好。谢谢。就跟平常感受不太一样。对，因为其实今天我觉得特别好吃。学校除了准备兼顾营养和祈福的午餐来加持，在地厂商也送来1500份的葱泥虾饼来祝福复兴国中的考生，让他们带着满满的元气，发挥最好的实力来应考。学校就是为了表达全校师生对于3年级会考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有别于以往就是包高中之外那我们还有就是祭孔的祈福那也有到南生宫呢去做一个文昌帝君的祈福那也准备了很多祈福的小东西例如就是神永牛奶糖神永牛奶糖，我们取这个谐音叫做神永。希望学生都能够在会考的时候表现非常的神勇。那另外呢，我们也在今天特别用就是会考祈福餐，然后呢在饭里面加了追分成功，然后金榜题名，以及我们所有的菜，比如说像开阳白菜啦、高升排骨啦等等的这些祈福的菜名然后呢希望能够用比较均衡的营养。来祝福我们所有的3年级的同学。追分成功，金榜题名，复兴国中，加油！记者郭文吉、林银庚台南报道。全台缺血，高雄市3民区里长联谊会主席黄文良携手86位的里长合办捐血活动，提供丰富又实用的民生礼品，吸引众多的里民响应捐血。此外，高雄市3民区区长宋桂龙也以行动来表达支持。一群里长聚集，还有善心民众在排队，准备挽起袖子，贡献一腔热血。高雄市3民区里长联谊会主席黄文良，从民国110年就开始，每年办理捐血活动，号召86位里长抛砖引玉。我们联谊会成立之后，人家说那时候刚好缺血呀。我们就在5月1号第一次举办了，然后就每年最少一次，就是都5月份在办理这个捐血活动。我们的里长主席，我们黄文良黄主席也共同来响应这样的捐血活动，然后号召我们所有的里长，然后邀请我们的里民，然后一起来共同响应这样一个美好的活动。
除了里长捐血做爱心，高雄市三民区区长宋桂龙也以行动表达支持，对捐血活动表示肯定。三民区里长联谊会运用多次的这样的一个场域来办理多场次的这样的一个捐血活动，除了在精神上面令人感佩之外，我们也知道里长在百忙当中为文明服务的同时，也不忘做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哦，真的是他精神跟爱心哦都非常感佩哦。有别以往的饮料、饼干，三民区里长联谊会加码提供丰富的民生礼品。像是知名的量贩店礼券，还有天然的养生鸡蛋，以及抗菌喷雾与卫生纸。我们这次的话，我们除了说有收我们卖场的一个礼券之外呢，也找到我们的协力厂商了像我们的红苹果这一家了有赞助我们一些他们的一些商品这样子。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养生鸡蛋。三民区里长联谊会每年办理的捐血活动，里民参与都非常踊跃。我们去年的话大概150至200左右，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的号召，可以更多里民来一起共襄盛举这个捐血的活动。现场多位里长参与捐血，里民更是到场支持。人清气爽，不但自己的血液循环能够好，而且又能够帮助需要的人，这个是很棒的活动，希望大家都来参加。我们里长有po在群组上说要响应捐血，那我本身就有长期在捐血，我大概现在捐100多次了。三民区里长联谊会抛砖引玉，希望带领更多里民响应捐血，帮助自己也帮助他人。记者郑光佩、何文瑜高雄报道。每年的5到6月是屏东黑鮪鱼的盛产季节，台南一家饭店和屏东县东港区渔会合作推出极鲜鮪鱼季。饭店特别举办了宣传记者会，将一条重达177公斤的黑鮪鱼在现场现切现杀，并且料理成多道的美味佳肴，让消费者品尝到最新鲜的黑鮪鱼。屏东黑鮪鱼的生产季节又来了，台南复兴大饭店与屏东东港区渔会合作，把一条价值20万、177公斤的黑鮪鱼送来台南，并在现场现切。可以看到师傅熟练的刀工，将黑鮪鱼的各个部位处理好后，做成美味的生鱼片，提供给顾客品尝。我们提供野生的北方黑鮪，给台南复兴饭店做一个选择。民众不仅可以在台南这边享用当地的黑鮪鱼料理，也可以到我们东港的黑鮪鱼专区里面去走走看看。这边还有推出我们自己的伴手礼，就是我们的旗鱼松跟我们东港三宝的樱花虾。那这个部分我们也特别给复兴饭店的一个优惠的合作价。那有兴趣的台南民众可以到我们台南复兴饭店这边做订购。现在吃黑鮪鱼正是时候，饭店也推出极鲜鮪鱼季，除了可以用划算的价格吃到新鲜的生鱼片，另外在主厨的料理之下，端出6道非常有创意的中式料理。台南复兴大饭店与东港区渔会即日起到6月30号推出极鲜鮪鱼季，让消费者可以感受到美食零时差的鮪鱼飨宴，是鱼下巴做成的鱼战斧，以及我们的汕头潮汕的海鲜鱼火锅。那呢，小资家庭来呢也有单点的风沙鱼球、鱼球堡等等的料理。可以在视觉跟味觉上有双重的一个飨宴。饭店不惜成本将屏东黑鮪鱼直送台南，除了要呈现最好的品质，目的就是要让台南的消费者得到好的美食飨宴。东港区渔会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最新鲜的黑鮪鱼。记者杨仲怀台南采访报道。炎炎夏日想吃冰，但又怕吃多了不健康吗？高雄市一间冰品专卖店，主打天然食材制作，用银耳制作珍珠不添加色素的包心粉圆，是店里面的人气主角，成为许多人吃冰的首选。炭烤过的甘蔗片冰，铺上绵密的芋泥，再加上满满的配料，在这么炎热的中午，吃一碗不添加糖水的冰品，让人感到消暑又解渴。外面的冰其实都会加糖水啊，然后会比较甜。可是我自己本身不是很爱吃甜，好，所以加上我自己小时候以前是住屏东，那我们家离屏东糖厂还蛮近的，
那我就想说，我小时候因为支气管不好，那长辈都会说支气管不好，那就是要喝那个烤过的甘蔗汁。那我就那个时候突然想到说，那我就可以用这个烤过的甘蔗汁来把它做成冰。那这样我们冰就不需要加糖，而且那个味道又很特殊。炭烤过的红甘蔗再经过5道工法，有着特殊的香气。老板在冰的种类上也下了不少功夫。片状的冰不只让融化的速度更慢，里头也包含了老板的巧思。片冰其实它制作过程非常麻烦。一般的冰就是做成冰砖，然后客人点餐就是刨冰上桌。那可是这种片冰它是有特殊的机器，甘蔗汁是流动的时候会瞬间结成薄薄一层冰。那我们刮下来，它就形成一片一片，所以它没有长时间的解冻，所以再加上那个甘蔗汁本身有糖分，糖跟水的比重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冰做出来，它的结晶体是松的，所以我们的冰连敏感性牙齿人都可以吃。店里的招牌冰是许多人的首选，里面的琥珀珍珠更是老板最自豪的一款配料。当中最特殊的就是那个琥珀珍珠，因为那个琥珀珍珠它是用银耳，就是所谓的白木耳下去做。那其实在我刚开始要找这些配料的时候，我们成立这家店一直在发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配料都是非常天然，然后健康的，那是完全不要有任何添加物。店内很受欢迎的还有5颜6色的包心粉圆，制作过程不添加色素，也让顾客吃得更健康。包心粉圆它本身就是里面包馅，它是有那个地瓜、紫地瓜、红曲、抹茶、白凤豆、红芸豆，所以我们看到包心粉圆它就是5颜6色。老板也根据水果的产季，研发出季节限定的口味，以新鲜水果及果汁，让顾客吃到水果本身的甜味，也让顾客在不同的季节来，都能有不一样的选择。鲜芒甘露片冰是我们在夏天季节限定推出来的产品，它是用芒果汁去做成那个冰，所以它基底冰是芒果汁做的片冰，然后在上面我们会放上爱文芒果。那我们的爱文芒果，我是特地去找到农家是用有机栽种的，然后再铺上1层的我们自己煮的椰浆、西米露，然后再加上一点西柚，吃起来就是不会让你有过多甜腻的感觉。想要吃冰消暑的同时，也讲求吃得健康，那就不妨来试试这间使用天然食材的冰品店吧。记者黄冠维、卢赢家高雄采访报道。你有听过福音文创吗？在高雄有一群年轻人凭借着热情和信仰，创立了福音文创品牌。每一样商品的设计都很新潮有创意，也希望透过福音意涵的商品，传递出最真实的祝福。您听过福音文创吗？有一群年轻人凭借着热情和信仰，创立了一个福音文创品牌，希望透过创意设计传递祝福。天国文创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一个福音品牌，然后耶稣来到地上，他传讲的时候，他一直告诉我们说，天国有很多的美好，然后天国有很多很好的信息。那这些信息，我们觉得说其实不会离我们很遥远，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如果把它真实的，就是这个天上的国家，它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它到底会对于不同的事情，它有什么样的看见？那我们就晓得说，我们可以把它透过各样的商品来传递出来，来分享给大家。例如这几张明信片，不仅用时下流行的低饱和度色系，考量到华人不习惯将关怀和赞美说出口，便在上面加上简单的一句话：“你是被爱的，你真好看”，就让许多购买的人感受到温暖。其他还有依照圣经故事做出的文创商品，皮革手环、飞行飘带，不仅仅是外观好看，更饱含着细腻又真挚的心意。这是我们第一个开发的这个产品，然后其实那时候是在复活节，圣经当中说若不流血，人的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耶稣为我们流出宝血。我们当然会基督徒，我们就会思想这个节日对我们的意义，跟我们会仰望很多的符号，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教堂十字架。我们发现说，这个皮革手环，如果我们戴在手上的时候，它这个位置钉下去，
很多画面那个漫画或者是什么，他们都会画耶稣是钉手掌，但是不太可能，因为他不会支撑你的力，那整个人的重量。其实在这个位置，其实就是耶稣钉痕的位置。所以其实这个皮革手环是蛮常见的一个饰品，这样。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个意涵能够传递出，或者是我们自己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为我死，他钉上十字架的这个钉痕，我们上面就写上他为我们死的真正的目的，是为爱我们而流。所以 blood for beloved 是宝血为爱而流的意思。耶稣降生，其实圣经里面也说他是把天上的福分带到地上来。对，那前一阵子有一段时间，这个年轻人很流行那个飞行飘带，就是什么起飞前就是要移除这样子，对，然后就起飞到天上去，这个是一个很开心的这个记忆，对，那可是我们这个飞行飘带是说你起飞，可是其实有人把天堂带到地上，对，然后在地上我们也能够一样的欢喜快乐。近几年文创在台湾百花齐放，在高雄就有这样一群年轻人努力的创作与散播价值，希望让更多人接收到他们的用心，也帮助年轻人找到新的方向。记者周福庆、李凡飞高雄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赖昌邦，我们下次再会。